戰序4，待人以誠邁長程，張慧賢小姐。2019年10月26日，我上吊啦！如果唔係 Paul Sir 話盲人教你扭計骰3個鐘頭就學識，小女子就唔會有幸參加呢個看似係開玩笑嘅場合，實際係為香港創世界紀錄嘅活動。我有幸被邀請寫序言，更感光榮。呢個扭計骰團隊令我印象最深嘅一件事，係我上堂後發現教學方法好難記，於是我自創一套數字教學法。當時我猶豫應否向大會提出，畢竟我係初哥，邊敢向老師獻計？最後我都係戰兢地提出，諗唔到大家十分開明，認真聽取意見，甚至應用我編製嘅筆記授課，課堂時間即時減省咗一半。我知道團隊仲不斷改良，現已編至第7版。更重要嘅係，大家往後仍承認呢個係我嘅創作，並冇據為己有，令我十分窩心。憑此可以睇出佢哋待人以誠，值得欣賞。2019年至2022年可能係香港最低迷嘅時期，籌委們都係中小企老闆，喺嗰個充滿壓力同惶恐嘅日子，如何保持初心，面對重重難關，既要照顧自身利益，又要完成創舉，實在難能可貴。呢本書紀念嘅唔只係扭計骰嘅故事，而係香港人如何一齊發揮正能量嘅光輝故事。我入局後學到一個道理，如果要取得成就，一定要大上頭 ，think big， 進取嘅期望加上鼓勵嘅氛圍，感染自己同旁人，相信一定得，或者就係最強嘅動力。